今屆亞洲小姐競選總決賽嘅20位候選佳麗咧，已經齊集喺香港，為12月初舉行嘅總決賽咧積極備戰。而佢哋第一次會見傳媒咧，已經引起全城嘅轟動啊！20位候選佳麗咧第一次齊集會見傳媒啊，吸引咗大批嘅記者到訪。不過各位候選佳麗咧都非常之淡定啊，表現出大將之風。相信大家咧都好想對佢哋有多啲嘅了解㗎啦，不如一齊睇下幾位海外佳麗嘅自我介紹啊！首先出場嘅係7號嘅朴宇珍，由於咧佢係喺廈門留學嘅，所以普通話係非常之流利㗎。안녕하세요，大家好，我是7號朴宇珍，我是從韓國來到這，謝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9號賴玲恩，來自台灣。9號嘅賴林欣呢，曾經係台灣電視節目《我愛黑撒會》嘅成員，現職係模特兒嚟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11號的林淑榮，我來自新加坡。11號嘅林淑容呢，仲有來頭啊，係2007年新加坡青少年甜心小姐嘅冠軍，唔怪得知佢嘅笑容咁甜啦。今日睇住咁多先，聽日咧再同大家介紹其他嘅佳麗。聽日同一時間再見。有韓國麥當娜之